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3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27篇，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11。许多人不明白11奉献，这不但是圣经的教导，更是对上帝恩典表达感谢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如同在摩西的诫命当中，上帝交代以色列人应该要献上感谢祭一样。今天的经文创世纪14章18节到24节记载的圣经当中最先提到11奉献的经文。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我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10个，幔利所应当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将所得的1/10献给了当时候的祭司身份的麦基洗德。11奉献的圣经教导也出现在利未记27章30节到32节。摩西的命令，摩西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或是牛群、羊群，都应当献1/10给上帝。先知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9节也提到了更严谨的11奉献的教导。马拉基说到，当拿的固定的奉献其实是教会运作、宣教、慈善等服事的基本能力所在。也就如同当时候上帝交代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要按照以色列人的人头来收取奉献。上个主日在信息里面，牧师有提到了基督徒用奉献在表达什么东西？我们的信仰立场，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以奉献来表达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保罗也要腓立比的基督徒学习他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他说不要成为十字架的仇敌。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20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的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借着献上自己，能够与主的荣耀连结。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倒扑。所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面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歌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的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丧胆了。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新的赐福，追求属上帝的生命品质，也愿意奉献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